上 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！时光小队请接任务，画出你心目中的3个主角。画的一定没什么惊喜，就是那种特别片面。画质真绝了。不要看别人的。你这么画的？你画的是老丁头吗？你画了个老丁头。欠我俩球。我们俩都好了，飞进去了。1、2，亮相吧，小宝贝儿。啊！我地上那摊儿是啥呀？我是汉南，我在心中这样的形象，就说他这个就很抽象啊，他这种感觉，就是感觉看出我的一些硬朗，还有一些粗犷。我先吧。啊，你解释下为啥把自己画成一个老丁头？我其实我不太会画画，我把我画成了一个土豆，是一个萝卜，感觉是拔出来还带点泥那种的。就是画了个人头像，就是按照我的绘画功力很浅哈，就是这3个人的形象，对，一目了然啊，一目了然。都长得一样，一看就是画的很像啊。3个人都长得一样。就是不是，这是一个地瓜，这是土豆，这很明显啊，这是对，这是你。我们地3鲜组合，你是茄子感觉。你画这个地3鲜。该你了。我这个就比较3善了，对吧？3善组合。真无聊。 3个太阳，我们这个太阳。那谁是谁呢？你看，这就你自己去猜测嘛。像你像太阳一样，温暖。正能量，而且很靓仔嘛，亮眼。但像你像太阳一样刺眼，就是浑身散发光芒，炙热。你这个呢，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我先解释一下，这是陈老师，然后这是他的那个头发，然后这是他每天在现场长胡子长得特别快，一会儿就要刮。那手里拿的是啥呀？照相机。哎呦，这是个照相机呀！哎呀，我天！好高端啊！这是他出的汗，然后这里这个汗还在冒烟儿，然后这是陆光就是脸很小，然后腿很长，然后没看出他脸很小啊，他脸比这个身子大多了。他的脸比你小，主要是那个画幅不够，然后他的腿很细很长。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画成个梅超风呢？因为画不下了，然后时间有限，我只能凑合一下。86版梅超风。画的最形象的还是陈老师，给自己画了4个666。但该说不说，他画你非常用心，是不是？一模一样。造谣啊，造谣！难道说这个笔谁找的呀？我是给你，我这个笔不对呀。你画的这么厉害啊？你这么会画啊？你们看一下我画完之后这是啥呀？都干巴了呀。